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3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风台。受马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伫透早有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气象局伫拄则8点40的时，嘛有针对风台上新的情形做出说明。咱来听气象局上新的预报。马娃台风移动的速度相当缓慢，因此今天它仍然位在台湾东南部的外海。气象局持续针对马娃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今天台湾各海域的风跟浪依然相当的大。而在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下，今天东北部、东部跟北部地区也会断断续续有间歇性的阵雨出现，其中在宜兰的山区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首先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天早上8点，台风的位置在鹅銮鼻东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而它过去移动的速度相当的缓慢，预计今天跟昨天相比会稍微加速，整体的时速会由昨天每小时大约只有4公里的时速，增进到今天大约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往北转北北东前进，而预计到明天早上的8点，大概会来到台湾东方的外海，在日本宫古岛南方海域的这个位置。而在过去几个小时，它的强度也略微减弱，近中心风速由每小时38公尺减低到每小时35公尺，但是仍然是属于中度台风的等级，而暴风半径也还是维持300公里，因此持续对巴士海峡的东半侧以及台湾的东半部海域带来威胁。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海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整体的降雨，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来看，从昨天累积到今天上午8点，在宜兰的山区已经有达到豪雨的等级，目前1天多的累积雨量大约是来到247毫米。而在邻近的台中和平以及新竹尖石山区，雨势也蛮大的。此外，在双北地区跟花东交界处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继续关心中度风台马娃，离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晚。气象局今日早起，即马是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早起的时嘛，针对花莲、宜兰等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部风雨会渐渐变大。今仔日台东的红头树也个绿岛，拢是停班停课1天的。花莲伫十远的山区嘛，因为雨是落甲真粗，所以即马高寮便道、轮天便道为着安全，拢已经先有警性关起来，袂当过。中度风台马娃接近，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花莲山区出现较大雨势。30暗时，高寮便道甲轮天便道2个便道有警线封起来，等大雨解除才可开放。目前山区大雨特报，为了维护民众的通行安全，本分局辖区高寮大桥便道以及轮天大桥便道预警性封闭，等待大雨特报结束后再行开放通行。马娃透早2点已经到高兰鼻东方差不多430公里的海面，强度小可减弱，暗过1万户半径300公里。受外围环流影响，3早主要落雨地区是宜兰山区甲台中山区，拢100毫米以上的落雨量。早暗甲今仔日雨势是上明显的时阵。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台风持续北上的过程，将是明天下雨最明显的时候。宜兰地区、北部山区都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天气也比较不稳定，是容易下雨的。对了，落雨也要注意强阵风，这伫个南市的米里地场已经正做强风受灾户，主人赶紧将这个池仔撤离到另外一个治疗。南市甲绿岛因为风力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今仔日停班停课1天，苗栗以南也要注意强风。台湾的西侧因为地形效应的影响，有一些深红色的区块。明天在苗栗以南到台南地区，还有澎湖地区，
它的风力相对也是比较偏强。气象局阁提醒，今日台湾沿海风险大，请大家尽量避免去海边活动。另外，桃园以南天气相对稳定，台南、高雄、金门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对东部的影响较大，台东县政府有公告讲，海上风台警报期间袂使挖进海墘啊。也毋过这一届敢若伫重点的海化风景区有叫封锁线尔，所以海墘啊也是有民众去看大海影。海巡就表示，因为考虑封锁线无人咧顾，所以即摆会用人工的加强巡逻，会考劝民众赶紧离开。马华风台的外围环流，伫东海岸已经引起6至8公尺的大影。台东市海边不三时有民众来看影，也有民众落去海捕，海影已经升到海边，也搁咧翕相。这个很危险的，只是说有时候游客他们都不会看浪，他们都天气现在这么好，都会跑下去沙滩。这是台东市滨海公园，明明已经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民众要是唔惊危险挖进海边。较早风台期间，海巡队会伫海边有封锁线，唔互民众挖进。不过过去也发生过民众去封锁线加倒去受伤，即马改做伫个游客较接触入的所在有封锁线，并且派人来看守，其他的海岸就用巡逻来驱离。入夜之后，因为天色比较昏暗。那如果民众骑乘机车或是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看到封锁线而产生一些勾到或拉到的危险。你天亮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封锁线给拉设起来，并且搭配线上的巡逻组，在这个重点区域实施观浪劝离。不二个有民众认为讲，就是因为无封锁线，才有人才好胆入去海沙捕。不过海巡队表示讲，无管是毋是有封锁线，官府已经是透过各种管道，照灾害防救法，公告台东县山区海域是禁止入去的所在，硬闯入去的民众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风台即马是伫咱台湾东边的外海，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北部、东北部甲东部有短暂阵雨。同齐来看云图。中度风台马娃目前伫宜兰偏东边的海面上向北东行，暴风圈会渐渐进入咱东北部的海面上。今仔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雨是一阵一阵，亲像风台雨同款。风台愈往北，宜兰北部山区雨就愈粗，而且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若伫中南部过昼了后，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的方面，北部、宜兰、甲花莲，今仔日的温度会小可下降，大约是28度至31度。若受风台、环流、临港的影响，西半部高温有32度至34度，尤其是台南、高雄、甲金门，今仔日有可能会超过36度的高温，乡亲就要细致。镜头来金门，这是昨昏金门的迎新风起鼓，充满政治味。要选总统的赖清德、郭文哲拢有到位，而且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出现伫金门，这嘛引起外界咧想讲郭科配敢有可能？郭文哲是话讲要去金门到厦门的大桥，要拼金门的经济。也若人伫新北的侯友宜是搁一摆向赖清德发声，爱伊甲废墟家园这部分对外讲互清楚。向社会爷祈求国泰民安，金门移都圣事迎社红30盛大登场，邀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加，受到后者的欢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也来拜拜。郭台铭亲身将伫金门提出和平宣言，挑赖清德，两人各伫两岸和平议题顶悬交锋。和平跟战争不是到菜市场、到餐厅用点的就可以得到。我们如果要追求和平，就一定要追求真和平。都要处在不稳啊，想读我的那篇宣言。今天我不谈判，我如果不沟通，我不能把金门当作是一个和平的桥梁。郭台铭即摆个访问金门，国民党籍的金门市长洪文典日前被判侮辱伊接地气，被告成乡亲拢支持。佮讲甲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较无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党主席郭文哲也受邀请参加。伊先到民进党金门县党部地会致辞时，佮提出去金下大桥欢迎金门经济主张，所以去到社方庙时阵，拄着郭台铭两人握手互动，社方爷要召见两人斗阵呼救，是不是表示刮过皮可能呢？今天这个行程是一个多月前就排了，刚好今天有那个目标。我们是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就这样而已。金门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两岸的和平相关的议题上，金门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宣布到金门夜车行侯友宜34参加龙舟赛的浙江点眼活动，伊强调两岸和平顶悬金门扮演重要角色，未来在两岸和平稳定之下，希望金门更加繁荣。也搁找时间去金门甲乡亲交流。对热清地核电厂天气紧急运用讲法，侯友宜是话声爱热清地将废核加的部分讲清楚，也能完证件报告书，也甲专家充分讨论了后，7月提出完整的论述。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总统府是公布4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包括现任的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最高法院的法官蔡彩珍，也有台大教授陈忠武甲人权律师尤碧祥。若准提名有通过，女性大法官的比例就会达到1/3。那未来15个大法官嘛，拢是总统蔡英文提名的。由前总统马英九任命4位大法官，要伫9月底任满8年。总统府30公布新任大法官被提名人，包含最高法院法官兼审判长蔡彩珍、检察院秘书长朱富美、台大特聘教授陈忠武，甲权威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基金会董事长尤碧祥。那4人提名通过，将来15个大法官拢是由蔡总统提名，是不是会有司法执行丧失问题？总统府秘书长林梁认为这是误解。他必然的，会跟大法官他的这个届期这8年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外面有一些是误解林佳龙表示，这摆提名人背景多元分布，那通过女性大法官比例有1/3是2年相关。不过其中几人被积极甲民进党友好，比如朱富美先生是检察总长邢泰昭，负责太阳花学院诉讼基本律师尤碧祥，近1摆参加会师活动，也是有名冤案律师。不过国民党立委强烈反对蔡英文的亲信政治。对于太阳花，对于党产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蔡总统这样子用人唯亲，的确是中华民国司法的悲哀。因法院要伫6月14到11开临时会处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不过由所改规定14个民团组成的民间监督司法院大法官人选联名，因为时间正案无法度完整表达意见，呼吁立法院4党团应该先行行使大法官同意权。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电业法》修正案，针对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被破坏也是防侵害，会依照样态也有程度加强处罚。但是有害死人，相当会罚无期徒刑，也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罚金新台币1亿。来关心联合报，巴士牛表到底敢应该存在，引起讨论。卫福部按算6月中的时会和劳动部开会，看敢要改。劳动部是表示，目前是向甲流程简化、扩大免评估的项目为主。那卫福部是表示，目前拢也在讨论。来关心中国时报，新北市政府在2018年的时，有推出全国大省关怀时代目睭的计划，免钱替长辈检查目睭配老伙仔目镜，卫生馆是尾也嘛有对咧做。即马台北市议员夏东派是同齐提案，希望台北市政府嘛爱补助65岁以上的时代去配老伙仔目镜。社会局是表示会先对中价收入户的老大人大声补助。另外，教育部是推动疫后就学贷款的补助方案，也咧读册的贷款人会当直接甲最近一期一学期的贷款的本金扣掉。若已经毕业的，也咧还钱还贷款的，若是有符合资格，嘛会当直接扣掉1年的还钱的本金，也个利息。教育部是有讲，算讲，大约有54万多人会当受到帮助。伫今年的7月份就会开始办理。虽然家庭环境特殊，吴同学因为高中是免学费政策，高中无申请学贷，伊是北部囡仔，去年考到南部的国立大学，逐项拢着开销，开始申请学贷。减免完大概是1万多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他还可以再带书籍费跟住宿费，然后这样带完大概是17000到18000左右。要减轻亲像吴同学这款学贷生的压力，教育部推动疫后就学贷款补助方案，
估计54.6万人符合资格，大约占学大生的75%。在校中的学大生，也有今年8月才入伍的大一、高一的学生，属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特殊环境家庭、身心障碍或者原住民，也是领大选弱势助学金，有12岁以下子女，本人也是家后已经有薪，直接扣除最近1学期贷款本金。同学啊，可以尽量不用提出申请哦，由资料的比对勾稽啊，来完成这一次补助学贷的扣抵哈。也若无在学的贷款人，111年度平均每个月所得无够新台币4万，有12岁以下子女，本人也是家后已经有薪，直接扣除1年刑款的本息。怀孕或是12岁以下育有12下的儿童，只要有这种状况，是父母双方只要你有就业贷款，父母双方都可以。可以说有帮助啊，但是可能还是可以再多一些其他的措施，可能可以再多关怀这方面的学生。教育部讲，除了有心，也是毕业了后属中低收入者，会使由贷款人6月20日进前提证明申请，其他由政府主动提早补助。也若提前申请的无法度补助，若干那提早还款，就照原来学贷金额去补助本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美国纽约是美国东部上界老热的城市之一，嘛是美国人口上侪的城市之一。也毋过有研究即马是显示讲，这座城市因为楼仔厝一栋比一栋还佫较悬，厝基甲遮尔啊侪，又佫悬又佫重，当年弄得沉，甚至有可能会规个落落去。美国纽约全是摩天大楼，几百万栋的建筑物相继重，致使规个城市地产当咧落落。搁在纽约市海平面称悬的速度是全世界2倍以上，未来恐惊会来发生亲像海水倒悬这款严重的灾害。It's inevitable the ground's going down, the water's coming up. At some point, those two levels will meet, but I just am not able to give you a date. 帕森是讲，超过100万栋的建筑物分散伫5个行政区，总重大约有7.6亿公吨的暗文土、金属和玻璃才建材，可比是4700栋帝国大厦重重缀伫地球顶。其中部分大楼起伫布鲁克林、Queen、甲曼哈顿市中心，土质较软性的地区，落落的速度更较紧。The mid-continent's rising and the eastern seaboard is sinking about 1 to 2 millimeters a year. That's the primary signal we see. But superposed on that are other things. We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soils across New York City, including artificial fill that was put in to enhance some of the land areas, and that can.sink just under its own weight because it's so poorly consolidated. 帕森斯国讲，虽然落落速度真慢，也毋过纽约部分地区落尾也是会因为水泥，亲像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海水倒灌的场景。未来恐惊真正会发生，也若纽约是毋是变做美国版的威尼斯？帕森斯讲，确实的时间点也毋知，可能阁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毋过伊的研究毋是咧吓惊人，敢若毋望用科学数据，伫问题变大进程。先采取行动，公视新闻新6倍编译。甲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日本伫今日早起，伫台湾时间5点半时，有对沖縄发布即时警报的信息，讲北韩发射飞弹要飞到沖縄，要求民众爱赶紧去室内也是地下室避难。南韩伫今日透早嘛有针对首尔发布警报，爱民众做好避难准备。目前日本已经确认讲飞弹无落伫日本，已经解除警报。继续关心俄罗斯首都30号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指控讲这是乌克兰军队发动的，也毋过乌克兰有对外驳回。那英国的外交大臣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强调讲，乌克兰对外攻击，这是乌克兰在做自我防卫一部分，英国和其他的国家拢会当认同。来关心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6月初2到6月初4，会伫新加坡举办。美国的国防部有证实讲，美国伫5月初时就邀请中国的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讲找一个时间会当见面，也毋过已经互中国拒绝。美国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中国的反应显示美国伫2月份的时，甲中国的间谍气球拍落来了后，即马双方的关系也袂变好。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新冠疫情是还未完全收煞，甚至真侪民众即马佫重复感染。疾管署就预告讲，一直到6月底到7月初，拢是疫情的关点。但是按照较精数来推估，逐天有4000人重复感染。
另外，流感即嘛当得严重，顶礼拜新增加32个流感重症的病例，另外阁有7个因为流感死亡，上细汉的敢若7岁。新冠第4波疫情慢慢阁提悬，未少是中和感染。疾管署公布，最近7天，逐天平均新增加209例新冠本土并发症病例，比前一礼拜小可提悬。不过，一直到6月底7月初，拢是伫疫情高点。目前主流变异株是 XBB， 那照逐天确诊人数2万到2万5千例来推估，中和感染逐天3到4千人。第4波疫情的主流病毒株目前是 XBB 那它的特色之一就是会比较容易在已经得过的人又出现重复感染。我们的推估这一波的重复感染可能是落在15%到20%之间。另外，流感疫情也在增加，顶礼拜增加3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另外阁增加7例死亡个案，双双创这个流感季大洲新冠的纪录。流感死亡个案当中，年岁上细还是南部7岁囡仔仔，本身无带病，发病3天，意外不治死亡。检验检查的结果确认是流感造成的这个脑炎跟心肌炎。那后来虽然经过这个给予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不过还是因为这个变化得很快所以是在住院之后的第3天不幸的过世。高州本土个案已经超过100例，顶礼拜增加17例本土高州病例，总共国内高州确诊已经128例，其中本土116例，境外移入12例。也有翠安宁部分5月31开始，医疗医术机构、护理之家、老人机构这4种场所继续维持强制挂喙安。按过其他照护机构加救护车改做建议挂喙安。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勤高雄的员工昨下晡是走去母公司头前抗议，员工是不满讲公司一直对高雄甲因调去桃园出张出差，认为集团拢无咧处理桃园欠人的问题。因嘛放调讲，总共公司无做出善意的回应，因无排除阁要发起大规请假来抗议。若公司这边是用声明强调讲，相关的做法并无违法，而且伊嘛讲调人去北部支援，拢有互因出差费。资源要落日，资源要落日。中营航勤员工来到中营集团总部前，员工不满经过第一摆劳资调解了后，公司继续调动高雄员工来到桃园机场支援。每摆当一个月，真侪员工拢伫要记载袂掉。由于调动的因素。我跟太太已经失和，现在已经确定太太半年完全没有回家，甚至小孩子都需要我的爸爸妈妈帮忙照顾。我下半年可能还要来3次，现在少了1次，但好像对我的家庭并没有任何的明显的改善。我上个礼拜我跟我小孩相处的时间就短短5个钟头。对此，中营航勤发出声明，高雄机场地勤业务受到疫情影响，目前还未恢复到疫情进程的一半。对比同业采取减班，中营航勤以调动东庭到桃园支援来应用。出差期间提供大数交通费餐费，各无违法调动。那当地无法度上报支援，会当请主管协调，所落来会将减少支援人数。看高雄机场航班恢复状况，可能提早终止支援。将这一方各自的诉求看法带回去内部的一些讨论然后在下一次的调解会议就可以针对真正争执的这个点去做一些沟通。高勤会员工不排除用任何行动，甚至包含让元旦期间事件再度重演。协助长勤员工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表示，那6月初8第2摆劳资调解会议上，也是得不到资方善意回应，无排除以更较激烈的手段来进行。面对hiệu率旅游大会都要到，其中调解的高雄市劳动局表示，全力促成劳资对话，希望双方会当有共识。那真正调解未成，也支持员工以合法方式表达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去农场体验饲羊仔、捡鸡卵这款生态体验有可能会违法。这是桃园有农场防检举，讲检举违反动物展演法，相当的方法机构办。不过农民是画冤枉，认为法律的规定无够清楚。鸡咧孵卵，也阁有鸡母带鸡仔，青农张志忠伫桃园龙潭区经营农场，除了饲卵鸡、卖鸡卵。推出出租鸡仔甲孵卵体验，推广生命教育，也有看鸡、捡鸡卵等生态体验。最近，互人检举违反动物展演法，农民讲这互伊毋知要安怎做，认为不合理。做体验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在做的，那他们没有被检举，他们可能不晓得有这样的法规，
那如果说他真的触法，他可能就会直接被开罚。动保人员到场勘查了后，认为出租家仔属于商品买卖，是市场自由，并无违法。嫌过农场有收门票，导览游客看鸡、捡鸡卵都袂盈利，会当罚5至25万。嫌过会先看到，若无改善才会罚。有许多业者反映这个门槛太过于高哈，那这个部分市府已经有放宽相关的一个规定哈，只要你有营业登记或者是税籍的一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提出申请。动保处表示，动保电影管理办法第108年9月修正过了后，业者需要有观光旅游业、休闲农场，也是教育机构资格才会当提出申请。目前市府已经放宽规定，会继续协助小规模农场处理动保电影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社会新闻来看，还有诈骗集团利用这经主持人的名义，骗人去投资，受害人哄骗上千万。另外，社会上大家关心的 IMB 诈骗集团这个案件，刑事局是已经去宜兰具体甲诈骗主嫌关系真密切的前行政院的顾问陈进坤带去问话。嫌犯行压制伫涂骹是无法度震动。台南有一个细单的被害人加入叫做乌瑞涵赖群组，红以投资的名义诈骗。诈骗集团甲伊讲，会当找到伫短时间内大起的股票，骗伊汇款佮交现金。后壁伊发现的时阵已经哄骗上千万。第一分局是顺线找到这个集团，抓到细州的主嫌含共犯等3个人，嘛查考因家族投顾公司的收据因仔等等。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今日中午13时许，在玉龙路上查获周姓车手等3人。全案讯后，已请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有名的财经主持人乌瑞涵进前嘛伫面册发文，澄清讲，敢若有纳色高，才是伊本人的面册，而且绝对袂带大家去投资。另外，最近大家正关心的 IMB 诈骗集团这个案件嘛有新的进展，检方30是指挥刑事局去宜兰敲找甲具体。目前是甲涉嫌含主嫌詹国伟交往关系真密的前行政院政务顾问陈进坤，含集团的业务等等具体教案，拢总约6个人，而且查扣120多箱的加巴蛋原酒这证物，暗时移送去北检。另外嘛，红光入 IMB 红坡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红指控讲含诈骗集团的交情上好，唔但捌参加主嫌詹国伟因公司的春酒，佮互拿亚质疑讲有替詹国伟来敲警界的人事。陈文灿30是临时取消公开的活动，但是有伫面册发文讲，已经请律师对国民党的领导林嘉兴、林国春、林金杰等7个人提告，讲家己唔惊检验。我们支持正副院长提出这一个法律的这个行动来遏制抹黑并且呢来维护他自己的清白。当你郑文灿告一次，我就再讲一次，而且我越讲越多，越讲越细。陈文灿的办公室嘛发声明，澄清讲唔捌詹国伟，嘛无接受过警界人士的请托，但是国民党议员领导是强调唔惊控告，会继续提出质疑，正式向陈文灿来宣战。记者综合报道。有咱台湾人去泰国佚佗，煞伫当地酒吧，互人下药转互带去缅甸的诈骗园区。民间的救援单位就讲，咱台湾有2个人即马互关伫遐。刑事局是表示，4月底时有接到被害者家属报案，讲因失踪，敢是互下药关伫遐，爱去调查。咱国民众一批搁一批协救逃离柬埔寨，海外救济受骗了后，各单位用尽苦心协助救援返来台湾。想要到不法组织无收煞，用骗的行袂通，即马传出手法搁换新。拍拼救援诈骗被害人全球反诈骗组织家属发布紧急通知，讲去泰国旅游爱说离红放假，因为已经协报有3人伫万国清迈省去酒吧技术放下药人醒过来时阵，已经伫缅甸诈骗园区。台湾一个20出头岁的一个男生，他在自由行的过程中，然后就被下药，醒来的时候，他们就胁迫他，就请他做诈骗，所以他才会做出从4楼跳楼下去，目的就是为了逃生哦。等待救援名单拢是华人1名中国人，2名台湾人，分别互带到KK园区、甲老家园区等诈骗大本营。
专案会记跟加速指出，因为外交部驻缅甸代表处反映，有被害真家属通报，囡仔4月中出去佚佗，到今拢无转来，所以请求协助。也毋过针对有旅客疑似伫泰国做着诈骗集团下药的状况，警政署表示，目前无接到相关证据。驻泰国代表处今年也没有受理到这种案件。那警政署这边刑事局包括各县市目前也没有受理这个案件。不过我请刑事局继续做了解。刑事局表示，4月有接到家属报案，讲被害真失踪，目前掌握确实入境泰国，目前人伫缅甸，只是敢是从下药掠走，有关爱国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即摆真侪人要出国去佚佗。有民众讲，伊伫某一个国际上真出名的网站订饭店，看到讲有日本的饭店当咧拼俗价，赶紧甲注本，想袂到伊的信用卡煞互偷入，煞损失万2块，敢是拄着诈骗？即个网站即摆讲当咧了解。点开订房网站，输入地点、日期甲人数，就情景的订房资讯，应互大家挑选真方便。毋过订房进前爱详细看，尤其是特价优惠的部分。我觉得1分钱1分货啦，通常就是还是会看一下那个价格，不会就是说因为它很便宜，然后就会有这样的那个选择。很不明的那种连结，透过那种连结进去的话，可能相对风险会比较高。近日网友看到日本台版这间饭店雄雄俗一般，而且佫好早顿，马上促销旧的订单，重新佫下定，收到付钱资讯了后，马上写信用卡交易密码，马上互人投入400外美金，插到新台票12000，赶紧挂失卡片，毋过已经未付。事实上，民众伫网络交易接到手机信息引导诈骗的案件，常常有听到。刑事局统计，敢若规年接到报案到247件，金额有1000外万，今年到4月也有112件，诈骗可能是伫网络告知外泄了后，民众进一步接到 email 简讯引导，或者是电话通知讲订单有错误、设定错误，甲要求解除分期付款等。如果这个讯息的时候，还是请民众务必要查证，先挂掉电话，然后透过官方的联系方式，或是说打110或165向我们询问。为避免同款代志一直发生，订房网站原本就说网络安全听看听，来对民众做提醒。国内饭店业者也讲，除了伫网站提醒宣导以外，也未主动通知民众做任何付钱的动作。说订房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缴一些费用，或者说费用还没有完成全部的一些缴清？那实际上我们饭店来讲，从来不会和客人直接做联络，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很早就提醒我们的消费者，特别要注意到这个事情。目前订房网站已经相关这间饭店订房服务，但是发现原因有关的调查了解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阿里山最近有发生4站爬山死亡的意外。那伫5月29下晡，是有一个60桶火色黄的民众去玉山爬山落山的时，去石头击到头壳，送病院了后不幸救无回来。山脚协会就表示，玉山常常有石头会落落来，呼吁民众要爬山建议爱戴头盔。这样好走吗？消防人员真赶紧，较紧甲人放去恁两桥，因为受伤的人已经是乌卡，爱较紧运落山送病院。嘉义阿里山乡的玉山爬山口附近，日到下晡是传出一个60几岁姓黄爬山的人，互落倒来石头牵着头昏去。警察到现场较紧甲伊送病院，但是嘛是不治。于步道0.4K 处接触伤者，伤者头部凹陷，大量出血，已成欧卡状态。现场使用 MCPR 持续急救，并使用担架将伤者一同搬运至登山口，并由阿里山9号后送至医疗院所急救。这已经是阿里山第1个月来第4件因为意外死亡的事故。政府宣布开放山林，国内是真侪人小爬山，但是意外嘛真侪。以这边玉山落落来的石头做例，中华民国山岳协会讲，爬山的人爬玉山上好是戴头盔。若看到路顶有喙石，就要提高警觉。除了落雨天要注意，伫雨落了的2-3天嘛，常常有土石会落落来。像玉山这种情形的话，如果你快到风口那上面，有时候会有落石，还是要带着会比较安全一点点。正在下的时候还是一直持续在掉的，干了以后，第一天还好，第2天都是好天气以后，石头要吸收以后，石头容易落石。目前来讲，它的步道是非常的安全。那
跟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啦，纯粹意外。那可能有落石是天气的关系，也有可能。那我们一般在走的话，大家有团队，大家都会往前看，会做个提点，我想会把伤害降低到最低。协会讲要爬玉山，才海拔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建议1个月前就先对附近较矮的山开始训练，尽量莫一个人去爬。那爬山的过程要随时注意山风，身体若无爽快，莫硬颈，才会当甲爬山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开6500万的阿里山森林铁路列车复兴号，23在试车的时有出现败马意外。阿里山的林铁处昨昏是决定讲要暂停试车，讲会先要求厂商全面检查，找出问题，赶紧改善。列车慢慢调到外口的火车顶悬，准备回厂检查。开6500万打造阿里山林铁新福气列车复兴号，今年3月开始试车，暗过23第5摆试车时阵，列车躲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平高度无偌久，就败马了。还要再去讨论说，到底是路线还是车辆等综合原因造成因为一个出轨并不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23摆败马有安全的问题，佮互人逼坑，车厢连接设计无好，互员工插队夹上头。阿里山林铁处就讲非安全委员会初步会期败马甲沙包配当无平均，车架甲转向架部分空棚伤过细，败马路段规切表面伤过粗，这因素关系决定暂停试车。那一个会夹到的栏杆其实是我们要让旅客作为安全通道使用。那当然，后续为了确保我们员工的安全我们也会希望说，厂商能够做一些相关的改善。用2年外时间，更固估计布皮甲台湾高壳打造的复兴号被看作是国车国造的重要一部分。所伫的试车阶段状况真侪，林铁处要求厂商做全面检查，所有缺失甲改善措施完成了后，才会恢复试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扫头来看，今年南部可旱是真严重。台南这梅仔的农民就讲，因为欠水，水无够，所以这梅仔拢细细粒嘛卖无钱，所以因归期就无爱采收。山野嘛共款，不过农粮署即嘛是表示，虽讲山野有较细粒，不过今年白糖还较少，所以山野的品质是不佳好。若今年较大粒的，外销的价销嘛应该袂歹。今年年初大欠水，台南市政府搁伫山区设储水点，以水车来载水，互农民储水灌溉。受到欠水影响，伫台南梅岭种梅仔的农民指出，虽然结果是袂少，但是生袂大，只好加拍挂散工来补贴家用。细粒甲像咱的小拇指安尼啊，迄落你菜开完全袂当加工啊，因为伊无加工的价值。下早日立法院展售台南当地农特产协助促销。小商嘛拄到欠水生袂大个山野，商品业者表示，今年果子是水，但较细粒。虽然小商好食，但加减会影响到山野饼的口感。芒果吃起来不会有口感，因为芒果就会变成小块，个薄吧。还是要大果比较好吃。农粮署指出，目前是屏东山野的产期，台南玉井大约到6月中来接起来，介绍阁无啥知影。农粮署表示，欠水造成小型果较侪，毋过互虫害减少，嘛互外销的行情变好。今年是因为下雨少，相对的整个的外表、整个的果皮颜色也特别鲜艳、特别好，所以有病虫害相对也很少。那这部分刚好是外销最好的这些果品。农粮署指出，中小果会当供应国内市场，品质较好的大果行外销的路线。目前1公斤120左右。有关逼近的风台，目前评估对西半部影响较小，但有关呼吁农渔民做好防范。记者林志当从回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关庙的绿竹笋，绿竹笋是嘛因真实昨摆，因为南部有风面较贵，所以台南有落一寡雨水，互笋仔农是真欢喜，赶紧采收。也毋过整体来讲，南部欠水，今年绿竹笋的产量同款是减真侪。一档一档内底装的是绿竹笋，是农民要再来农会卖。绿竹笋是关庙三宝之一，不过今年量减真侪，农民表示主要是因为今年雨水少，佮加上轮过，整个绿竹笋产量减1/3。连农民要交互农会作业，嘛欠1个月价价。应该讲是算上坏，因为这阵这几档来拢
无啥雨水嘛，啊自然伊就会愈慢。你有雨水，伊个笋啊，你发会较紧啊。从农民体内绿地笋对积血、清洗、甲壳下条等流程过程真高工，除了甲清甜的笋啊装箱要送去市场拍卖。另外，为着要替农民销一寡量，好甲笋啊送去加工厂做真空的产品，看起来是直接真好食款。加工量啊，我嘛有控制啦，所以阮会甲一部分的甲迄个分级了送去拍卖市场。迄个北部的消费者会使买到关庙这绿地笋。农会推广部主任讲，产量若要恢复，就要等雨水来才有法度。即摆关庙绿地笋的面积当咧减少，因为人口老化，加上少年人较无爱做这，想要食关庙三宝之一的绿地笋，就要把握机会。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那高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科团队，因是伫澳洲和菲律宾的海底有发现一款新的物种。因为这款物种长期拢生活伫无光线的石头旁，所以目睭呢是无啥物功能，所以有部分的鱼仔目睭完全消失。这个发现嘛已经刊伫国际期刊。鱼头找无目睭龟尾加密色，高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科团队3月公布新发现的鱼种倒眼旗尾鹑，因方发现伫澳洲圣诞岛甲菲律宾邦罗岛海下水石坑内底，体长上大大约40公分，目睭真细，是第一种已经知影晓伫海下水石坑的鹑科鱼类。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是斗眼旗尾鹑？主要就是因为它眼睛很小的关系。那另外我们也有发现2个个体，它的左眼是像这个地方一样是整个眼睛完全退化，被它自己的皮肤所包覆，它眼睛是消失的。伫地下河洞迄个淡水暂时限制，真无简单掠到的9尾斗眼旗尾鹑，其中2尾倒蕊的目睭已经完全消失，暗示因可能长伫咧适应无光环境的演化过程当中。研究发布了登上国际期刊，嘛互英国媒体报道，导读者来交流，因为是假性糖造成斗眼旗尾鹑目睭退化。手上的标本通通都变成是模式标本了。那模式标本在分类学上面来说，它其实是它的地位是不能够随便你去对它做任何的解剖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去确认说它的那个眼睛完全消失是不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团队指出，这类的鲶鱼通常晓伫深海还是淡水水域，伫近海水域较罕见。罗香鹑大部分互认为是海洋的鱼类，但有真少数生活伫淡水还是汽水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斗眼旗尾鹑是晓伫纯淡水，还是受鱼吸引对海水游来淡水。研究团队会继续调查研究相关洞穴的生态。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对外台歌戏开始搬到电视顶，变作同人知咱台湾歌戏国宝杨丽花。伊60年来的表演人生，即阵打算要翕做纪录片，昨昏举办记者会。杨丽花是表示，伊希望透过这个纪录片，把传统艺术继续传承落去。熟悉的声音，就知影歌戏国宝杨丽花一节目就要开始。讲到杨丽花，台湾街头巷尾同人知。杨丽花搬歌戏为野台戏搬到电视，还有国家戏剧院。不过较少人知影的，杨丽花嘛演过转来安平港这挂台语电影。杨丽花感谢大家对伊的疼惜，伊嘛讲希望透过演过的画面，通把这挂艺术传给后一代。只要留的好的东西给下一代的人再去演，我不会演这个忠孝节义，我的绝交是什么，我都要留下来。我有多少的，我都要贡献了。80岁的时候，要不要再出来演？也有可能咯。我也很想。由公共电视、台湾电视公司、加国家影视厅中心3方共同制作的杨丽花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要开始制作。伫开镜记者会现场，主角杨丽花、杜迪丹、阿兰加3方制作代表拢到场。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可以把台湾的文化再造，透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产生一种动力。如果我们杨女士是歌仔戏文化的造浪者，透过这部纪录片，我们相信可以鼓动更多的造浪者来推动整个台湾歌仔戏文化的向前。记者会现场也播出侪杨丽花以早表演的画面，世纪初恋杨丽花纪录片有杨丽花60年以来的表演记录，按算伫2025年播送。
杨丽花讲，若无歌仔戏也袂有杨丽花，真欢喜通伫台湾奉献伊的歌仔戏专长。伊讲，伊甲即个传统艺术呈现予大家，也望通予后辈继续传承。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体大消息来关心，前 NBA 球星也是 T1 联名桃园分霸的魔术霍华德，昨暗伊是坐飞机离开咱台湾。这伊的马将拢有专工去送机，霍华德是感动甲流目屎。那后一个比赛球季，敢有可能过来台湾拍球？霍华德是讲，这是一个好问题哦。不过伊讲伊也唔知。即到桃园国际机场，都受到真侪球迷热情包围。桃园分霸侦察队用将魔术霍华德3日暗时准备离开台湾，无论抓帮或者是球员签名，拢无拒绝。球迷送机，霍华德感动甲流目屎，也对台湾感觉真唔甘。It's a very special moment to be loved here in Taiwan. So thank you to all the fans for an amazing year. It's one that's gonna never forget this place. Never forget the amazing time that I had here with all the fans and all the people here.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要离开台湾，霍华德抱小球迷枕一个。今年37岁，霍华德去年11月底转战台湾职拿，最后20场比赛平均34.2分钟的上场时间，摕23.2分、16.2篮板加5助攻，虽然分霸战绩无缘季后赛，不过伊也是摕到最佳华冠。我们有来接机，所以我们要来送机。要来送谁回去？今天要送国。绝对一定有正面的效益。为什么？大家都一定会有想要知道说有个 NBA 球星来，他就是会想要有一个提升一个竞争力。之前霍华德讲台湾是国家引起风波了，对外回失礼，副总统罗强调是成员，这有啥物唔对咧？无需要为家己的认同避免回失礼。另外，下届赛季是毋是有可能搁当来台湾拍球？霍华德安尼讲。That's a good question. I don't know yet. 霍华德甲分霸无继续签约，下一季是毋是会来也唔知影。不过这个无受选方已经为台湾拿单，组织一支强心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第二敬拜到热人的时，就要烦恼温度高会造成火烧山，所以第二的南部，就当地人用山羊仔组一个部队，带这羊仔去森林内底食草，甲草仔拢食掉，就当避免着火烧。甲火柜车内面即阵山羊特工队放菜叫因去食草啊，若拄着森林大火就较袂炭烧。Nuestro emprendimiento partió el año 2017 cuando nos vimos amenazados por un incendio y comenzamos a investigar qué metodologías podíamos usar que pudieran convivir con el medio ambiente y encontramos esta metodología que es la alternativa al uso de herbicidas, a la quema, a la poda y quema. 伫智利南部城市圣胡安娜当地人所做的这支山羊特工队。今年离家100几岁一座原始的森林公园，迄场大火是因为天气热过大雾所引起，造成中南部有几落10个人死亡，几落千人受伤，未甲44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掉，就是因甲规排树仔草食甲空，变做一道防火墙，火才无过炭烧到公园内。A través del pastoreo, las cabras van comiéndose las zarzas principalmente y otras especies que crecen bajo el bosque, disminuyendo el combustible disponible en caso de un incendio, permitiendo que su combate sea mucho más fácil. Las brigadas, al estar limpio, como ven ustedes en el bosque, es mucho más fácil y accesible. Y de esta forma se evita que el fuego suba a las copas de los árboles. 研究人员讲，这种自然生态方法，若是当拍火防火，羊仔放会使，会当或者的土地变做较肥，防止土壤被侵蚀。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